这是铁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周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5个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致函祝贺英国新当选首相；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谴责中国政府采集藏人基因样本。藏人行政中央为西藏疫情举办祈祷法会。流亡世界各国的藏人庆祝第62个西藏民主节。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访问西藏人民议会，驻南非代表欧洲多捷会见该国政要。第21届西藏和喜马拉雅文化节在巴黎闭幕。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出席意大利南蒂罗尔自治50周年庆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9月7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5个藏人团体和门达汪人民共同供奉的长寿仪轨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为近期遭受新冠疫情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的境内藏人进行了祈祷，并重申了他将在住世20年左右继续利益所有有情众生。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门隅佛教文化保护协会、国际觉囊派福利协会、西藏安多、芒巴夏3个地区的代表、尼泊尔郎姐高级中学和悉尼藏人协会共同供奉了此次长寿祈祷法会。达赖喇嘛尊者感谢上述团体为他举办长寿法会，并强调了他与包括阿鲁纳尔恰尔邦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人民的紧密联系。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于本周相续致函祝贺新当选的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女士。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特拉斯女士的贺函中写道：西藏人民一直与英国保持着长期和独特的关系，并感谢英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事业。尊者还希望新任英国首相继续为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致给特拉斯女士的贺函中指出，他对英国政府在新首相的领导下继续通过英国的相关政策和双边关系推进人权事业表示乐观。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贺函中祝贺特拉斯女士成功当选，并表示西藏人民与她分享胜利的喜悦，并呼吁他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本周三9月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开幕式上致辞时，重申了西藏人民议会在加强和保护达赖喇嘛尊者赋予的西藏民主制度方面的坚定立场。为期10天的会议将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以及相关议案进行讨论和审议。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于本周一发布消息指出，中国官员近期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收集藏人的基因样本，其中还包括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采集西藏儿童的基因数据。人权观察谴责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违反藏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该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官员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7个县市展开基因采集活动，
当地藏人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听从当局的命令。报道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基因采样的目的是为了捕捉逃犯，并为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工具，以此有效打击犯罪分子。人权观察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收集藏人基因样本，与警方和其他可以访问其数据库的政府单位进行常规共享，违反了相关国际法所禁止的干涉个人隐私等条约。藏人行政中央官方发言人丹增列谢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国当局的这一举动体现了为其建立统治西藏合法性而进行的绝望尝试，并强调这种做法加强了其长期进行的监视制度，并严重违反了相关国际法规和侵犯了藏人的基本权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也报道了中国政府以西藏和新疆为重点的基因收集活动。研究人员指出，中国政府的基因采集计划严重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禁止任意或非法干涉个人隐私的规定。此外，为了对近期在西藏境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中身亡的藏人同胞表达哀悼，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一9月5号在思政会议厅举办了祈福法会。根据西藏境内的消息，近期西藏境内频繁发生的洪灾已知造成5名藏人罹难。由于中国政府严格管控境内的通讯渠道，无法获悉各地的财产和牲畜损失情况。思政边巴次仁在祈祷法会上指出，近期在西藏境内发生的6.8级地震已造成数十名人员罹难，目前无法得知具体有多少藏人罹难。但无论国籍和民族为何，我们向所有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表达声援和慰问。思政还强调了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加强对境内藏人的各项限制，并指出这种限制增加了境内藏人在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困难。虽然当前很难确认伤亡人数，但祈愿所有受灾害影响的藏汉民众能早日重建家园。另外，在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于上周五9月2号迎来第62个西藏民主节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了隆重的官方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代理思政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女士在发表嘎夏的讲话时，介绍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初藏人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到达赖喇嘛尊者将政治权力下放给民选领导层的西藏民主的重要里程碑。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在讲话中呼吁藏人珍惜和实践达赖喇嘛尊者赐予的民主制度。主要嘉宾喜马尔希尔邦议会议员维沙尔尼赫里亚先生赞扬了流亡藏人社区的蓬勃发展，以及藏人通过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达兰萨拉成为国际旅游城市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流亡藏人建立民主制度62周年纪念活动。上百名台湾各界嘉宾、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僧尼和在台藏人参加了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思政边巴次仁应邀通过网络视讯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的主席林长佐先生、民进党立委洪胜汉先生，以及时代力量的立委邱显智先生和林楚英女士出席活动并致辞。与此同时，流亡日本和韩国的藏人和支持者也于当天通过网络视讯庆祝了西藏民主节。驻日本代表采王加布阿若亚博士在活动上宣读了藏人行政中央的讲话，并谈到了民主的重要性，
代表阿若亚博士还在活动上发布了由他撰写的藏文书籍《驾驭龙的毒液》一书。另外，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藏人社区也在代表伽马森格的主持下，隆重庆祝了西藏民主节。代表伽马森格在宣读嘎夏讲话的同时，谈到了海外藏人协会在促进团结和培养具有藏人身份和文化意识的年轻藏人方面的作用。特邀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增彭措在活动上发表了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并谈到了西藏民主节的意义和让年轻一代藏人参与西藏自由事业的重要性。另外，由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先生率领的代表团于上周六9月3号上午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受到了副议长卓玛次仁和常务委员会成员及议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接待。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会谈期间向代表团成员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的运作情况，以及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并强调参议员乔恩·奥索夫的访问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藏人行政中央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与藏人行政中央接触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是必要的举动。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强调，他很高兴看到西藏人民在维持民主和自由方面所展现的勇气和努力。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先生于本月初访问了南非德班地区，会见了英卡塔自由党的创始人和荣誉主席布特莱奇王子。代表欧洲多吉在德班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布特莱奇王子基金会启动仪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致给该基金会的贺函。尊者在贺函中希望该基金会能够为穷人和弱势群体带来希望和帮助。与此同时，第21届西藏及喜马拉雅文化节于9月3号至4号在巴黎南郊的万森纳森林公园开幕。今年的主题是为来自世界屋脊的水，让我们团结的河流。巴黎市长埃皮尔玛丽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以及巴黎市政厅的市政委员参加了开幕式。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在致开幕词时，回顾和赞扬了自2000年开始举办的西藏及喜马拉雅文化节所取得的成就和各界民众的努力，并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对西藏的支持。他还强调了法国藏人社区与法国人民之间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意大利南蒂罗尔州第2部自治法规颁布5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和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女士于本周一9月5号应邀出席了在南蒂罗尔州梅拉诺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传达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对南蒂罗尔州自治政府和人民的问候，并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在25年前对南蒂罗尔的首次访问。他还赞扬南蒂罗尔人民成功克服动乱及争取和平的历程，并强调了南蒂罗尔和西藏人民的相同愿景。在南蒂罗尔访问期间，代表赤列曲吉女士还会见了意大利藏人协会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感谢他们多年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